好了，是咱背后的表演，背后的操练。后壁你要请到咱的拿卡囡仔，咱老爷婆跟小公队保定，同仁宫小公队，来先来到咱后壁面做准备。国宝旗啊，好，国旗，北河町哈，白河镇北河町。哦，放炮大家好听啊！咱树仔甲保安宫大天府咱的白河镇呢，由着咱会长黄一中会长所率领，叫着咱白河镇领队咱侨委领队咱的教练国家黄教练黄福雄黄教练所甲咱带来咱精彩这个表演对啊咱树仔甲保安宫的咱大天府对咱来讲是咱这个乡科内面咱唯一的这个白河镇也是咱全台湾唯一的白河镇对啊。白河町啊，不要他们也看见了。久的较袂忝啊，久的较袂忝哦。大丈夫能屈能伸啊，大丈夫能屈能伸啊。久的较袂忝啊。现场有小兄弟有做干事。咱树仔脚保安宫大天府咱主事是咱康复千岁，也是咱三王义府东军列旗会的会员之一。咱陪侍的由咱义府太师，叫做咱副千岁咱保安宫大天府这个白河镇咱以石冈镇的班底为主，咱由白河仙师甲咱的白河仙童来做领阵。有咱的上港的这个演出呢，嘛有东主戏白河的这个特殊的表演，咱都有看到这平常时罕得看到，罕得看到这已经登录伫咱台南市无形的文化资产，无形的文化资产。伫咱原底台南县的时阵呢，已经登录伫咱的传统艺术啦也是咱第一批咱台南市第一批登录这个无形文化资产传统表演艺术的这个舞台咱大部分咱咱的保安宫大天府咱树仔脚遮大部分拢是咱姓吴、姓王、姓郑这三姓为主啦。咱树仔脚保安宫的康武千岁头治通天官
先请咱来补充的这个五色头的水珠，以后这个马夫神啊，王马啊，出单的就对啊，团体的力量，这个或者是创这个。咱今仔日所有的武丁操练以其最精华最精华的部分来做一个表演。是讲咱连等下有讲卡筋仔的咱就是每一个卡筋仔，因来操练一个部门，会操练一个部门，来互咱各位欣赏。咱看咱这个白鹤丁，咱这个查囡仔咱拳头非常有力咱这啦。出往台湾拢也有机会啦。查某啊，这里啊。查某啊，这里来。咱今仔日每一天的操练时间10分钟尔10分钟尔，所以讲咱把握咱把握咱今仔日这个大会师，咱以武会友啦以武会友。咱等一个后面是咱的拿卡筋仔咱拿卡筋仔。来，咱大会报告咱足济咱这好朋友来小弟啊，讲一件事情希望大家配合者就是讲咱的咱这个操场中央咱真济啦，咱徛伫遐包括着围灯围掉的当然啦，这武丁表演是大家咱这好朋友你嘛顾虑一下咱树仔卡毋是，即摆表演叫树仔卡啦伫树仔卡咧休息咧休息，咱这好朋友因坐伫遐看嘛是看会见安尼啦我来，大会报告Toyota 汽车779513，你的车麻烦你选进咱的所在看见咱所在要准备欢迎着咱后营保护哥，就是咱高顶东四寮空军宫咱拿卡筋仔的小钢筋要准备进入表演台后镇，
咱会记住，现主是咱的宝岛神人大，有咧现场直播。我得讲你等下转去厝，恁厝里的人来讲，我我拄伫手机顶看就看到你。所以讲咱会记住 FB 咱的脸书粉丝团，那个咱 YouTube 频道YouTube 频道，咱搜寻宝岛神人大，咱尽力给分享出去。多少的社团，拢甲按公开分享，拢甲分享出去。互咱台湾第一乡，咱西港半乡，互咱全台湾，互咱全世界人拢能看会到。